反正这边在送给你们呢，也就工地就算把钱不交，我把现在的些给你们可以有个单儿，半天干点跑上去工地那边我了呀，这帮老些人家做那看那了呀，今天对嘛严重的讨呢，也就工地就算把钱不交给，各地这点说话当他对多，也就工地这些把钱不交给，我的下边运动年轻，统计结果人家准备去，我们中间那些就把这。他那些俺在那边结为邻居，朝鲜那里样，俺在那边结为邻居，根据对嘛严重的讨呢，我们中间那一不的。跟在过着呢，但是跟着你嘞，人工跟着是有没就是。今年对嘛的呀，今天学习些呢，初了那学习这些，今年对嘛了，人工学的话，告诉我的，确定假设想要了说吧当，大那些今天嘛了，随着写吧票了说吧，工资票了说吧，今天需要的，第的短期些呢，的做出来个顾客第的短呢，你现段提出这的，怕去突击进步对吧？对呀当，家有小店送呀当。天天给他基层证明给他，对吧？送呀，这么你再送呀了说，提出这里的，是归学费，等等这个需要，做的，解决估计就送不清楚，确给公办用事，但公办考虑有问题，主办主要当，他那些给，要估计继续会确给突击协调他挺清楚呀，票是全他的，告诉我的，你要对他定到设计些呢，细节挺重要呀，我提出这里需要是吧？工地做准备在这个嘛呢，你这开始就逐步什么下回，天天起就都开始了。这趟空气，票子，电视仪切都拿下来，全部杨树了米呗，搞了忙不起票了，这车上的路过也算得起，怕掉了，别且像那定对的老种建设的电联去做过来的，浪都，但我让出来浪都动摇嘛了，现在。第一，他的大动作是那的确的准备老用提出这些年做过一起，他的没推的做过，差不多谈的那个人家让出，平时的那个土木嘛因为，我就拉呀当，土木嘛因为就我就最主要的，这把家呀给开始我的，修的嘛什么，拉有的，年轻为呢，估计就送别，估计扛不了，别把拿下个地当，看车都要嘛的什么的。这我清不了，这是个对估计就送的忙西送的地面为呢，他那俺说的票的，龙把新来土木嘛有新设的，这些清不贵的，提出这的，忙不起他要嘛，但劳动者工资，都领的提出这的其他开清不来的，那的劳动者得差不多，你不其他差差不多，顶对个天的准备的，可就是差远了，是顶着这个事情。里面这种的，今天年龄这边，好叫啥个吧，现在觉得有。